坐伫遮哟。好。我就是清明、古水、阳光、美丽、做家己、野性的，活泼，就拍拼、最好相处的人。酷酷的感觉。伊真正话有够少的，伊对家己足无自信。伊完全对袂调。镜头在翕啊，伊就自动开机。伊敢若无啥物经验，伊做啥物代志拢要第一名。伊就摇摆呢。有的时阵伊的面色就会无好看。伊唔知影家己要创啥，拢保持一个营业状态。到底倒一个才是我？因敢若要找家己是啥哦，真正家己是啥熟安尼？悉家己。有说到过，看起来无啥共哦。啊，即马看起来敢若是要学，要哪甲家己改头换面。要安怎改头换面，看镜头找到迄个上有自信、上水的家己，表现互大家看。找到家己上水的迄面就对啊。来家，跨上看大声，咱的绘画自快乐心家。因咧练歌呀。来背包背过关，来勇敢去听听。心里的气势通全世界，有梦的人上街。哪听哪伪装哪准备。我就嗨。On by Let's go， 哎 ，Let's go。其实即摆在听嘛袂慢嘛。换糖糖，换糖糖诶，糖糖换你啊咧。你就改头在唱嘛，你背嘛。还是青嘛要做咩？等，进来吃，跳舞甲老歌，你帮上拍拼，我是第一名。有人来陪伴袂孤单，咱勇敢做决定，同齐来彩椒，虽然就有。哦，小莫加几岁？小莫就水吼。小莫9岁，我介意。的人上介可爱，来拼一拍下，更可惜的王牌。哦破。啊，糖糖，不袂。就拢咧困，你个点嘛？来哦，起床啊！来哦，起床啊！来哦，起床来！Oh my god！这这条老烂哦，困到老烂。来，全部来吃。今仔日是咱的验收日哈，感觉日。大家拢还袂醒诶。大家拄啊困醒哦，拢袂晓讲话啊，感觉日大家。互你暖身跳冷盖哈。第二届。袂歹啊，我感觉袂歹呢，动作足清气诶。有较真济啊啦。嘿， OK， 有较醒啊无？有啊吼，中午有一小段要大家 solo， 所以你要家己一个人表现，家己即兴，家己创作，5分钟家己想看卖。
solo 有当时啊是，互人看到迄亮眼的瞬间。你敢若一组啊物件、一组啊动作尔，你嘛会当互人看到你。其实这是上重要的。来，咱等下要开始验收啊！验收的方式，一个一个来，甲恁的名牌拢互我，咱抽签。来，咱等下目睭开开，开始抽。你抽到啥我嘛唔知哈。啊，这边上面先抽，老师先抽，我先抽哦，来，看像是第。高追目睭开起来，来公布。老师，你跳刚刚好啊？哎，我目睭开起啊，你哪来讲哦？来，第一个来准备。老师，来，准备啊！你上高免惊。表情、表现、动作，来准备。哇，有线条，伊练了袂歹，muscle 就多。太困了。Oh my god！ 更能 Q A 呢。跳个最好的呢，跳完整啊最好的跳完整伊表现伊家己，伊有这个才情会当做。第一个就算袂歹啊。后壁的压力大。第一个是标准，嗯。袂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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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后壁想无会了吧？你讲要地板动作啊？我地板动作。我当时讲后壁会当甲你 solo。你讲要地板动作？观众压桥。等下，建舞有这个亮点，虽然伊有当时有人来疯，但是我感觉伊这点是 OK 的。第一个就叫你高标哦，后壁较加油的哈。好来，我为我叫边嘛。好，来画出来，指向。沉默里，沉默里。咱平常时默契都无遐好。木林伊特点其实是伊的笑容甲伊的活力，含胸较活泼，然后伊的动作嘛有力量，听伊的力道，我感觉是上水的。又赢伊的笑容，我感觉较少。常常上紧着伊伫 solo 的时阵，伊的拍子会无稳。露娜伊嘛是上少济，波波 cap 卡一组啊特色，加油，准备，我要做一个小步。应该够。华华人来疯，但是伊的动作力量袂歹。伊也甲伊的人来疯收起来，其实伊伫团队内底是真水的。甲你讲我要做一个笑的，是真的。哎呦，有较300咯。压轴是咱的慧文，哦，感觉袂歹哦。来，音乐 Go。哎，袂歹呢。慧文较惊，但是其实嘛跳足好的啊。慧文袂歹，慧文是有一撮 K-pop 的影子伫内底，然后有 sexy 的动作，然后伊的动作较细致，
这个变了变歹，这真正变了变歹，有感觉。头前有数字对吧？咱即马为你的号码头前跳一届。来2号慧文，甲露娜换位。因即摆是咧创啥？为虾米爱换位？露娜甲韩星换位，糖糖甲露娜换位。来，搁跳一届。表情较明显呢，你是咧表演哦。角度，跳唔着边的，爱紧换过来。华华甲佑莹换边。来，韩星华华，建武佑莹，两个换。表情的表情，互人足紧张的。好，来，即摆看到头前有这个数字对吧？这就是恁即摆程度的广告价。哦，这信息会去有打击到无？会无？会受伤哦。啊，拄啊谁强排去上尾啊？上尾名是啥？第7名。什么那伫后壁？糖糖、波波、甲露娜。吊车尾的。第1排，你若有感觉，是毋是因的动作较整齐？今仔日我会选一个 MVP， 我心中的 MVP， 动作袂歹，笑容袂歹，表现嘛袂歹，上重要的稳定，美人来疯，这是表演上重要啊！我的 MVP， 慧文，伊真诶是上稳定的，跳遮济届，保持伫遐，伊的状态嘛袂歹。拍手。我心肝头有影皮泡彩，因为毋管是读书的时阵，也是练舞的时阵，我知影我真含慢，我学物件嘛学了真慢，我跳舞嘛需要淡薄仔时间消化。我是真正就拍拼的。拄开机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个人音乐放了，开始跳。慧文甲建武开始跳，因可能目睭拢还未闭紧呢。我感觉只要我袂放弃，我就有这个机会，我就爱好好把。伊一直在练，伊对家己要求足悬的。你知影家己的不足。下次见了各位，来，今日辛苦啊，下课。哦，避避呢？我的小莫，我感觉这对我的打击足大的。其实我一定足习惯，可能我跳舞就是足好足好的，毋过我到这个时阵，大家拢比我较好。没事卡，我感觉，哎呦，你别搞了。因为我真正做拍拼的练习的，因为我感觉我家己，我都对着大家。因为我对我自我的要求本来就足悬啊，所以我在第7名的时阵，我感觉我想讲，我真正有跳到遐差嘛？压力大啊！跳舞这件代志，我一开始我嘛是，因为我是练舞爱开足侪时间，爱比别人搁较认真，所以迄当阵缀袂着头前的先辈学姐的时阵，你会感觉压力足大。我感觉小莫有笑容，我喜欢我甲伊的梨窝，但是伊跳舞爱努力，
我是感觉，因为顶一届我看到绘文上上嘛，啊，毋过即届老师甲伊排一个第一名，感觉伊的自信拢回来啊，笑啊，笑较开啊，要毋过像小莫，头前就有活力，笑就开，要毋过即届就受到打击，有受到打击。大家人的专长无共嘛，有的人就是足够笑的啊，啊有的人就是足够跳的，啊有的人就是你知无，人好，足活骨的，啊有的人就是会较避暑啊。Mission is coming！ 我做戏，我心情，安尼我拢爱表演你的要求。但是咧，外东进前面是想在你的爸爸的。好，好，因为我做分段，我有刘海。哎，老师伊足白呢，我足黑的呢。你等下爱调足黑的。老师，你家喂汤，你好好讲，喂啥喂？我今仔日个要找你考。今日你莫搁考啊，真正。你逐工考安尼袂忝吗？所以你伊逐你目睭有镜吗？你目睭有镜吗？有因为考有镜吗？有哦。老师，我目睭有镜。因为我无看过你无镜的。对，因为我昨年的时阵一定一考。不是。因为今仔要我化妆。伊就偷摕物件。对啊。来教手步，你就先睡，你爱先困。我昨仔困2点半钟尔。我嘛是，我拢无困，我真困袂去。你啥物困袂去？我伫遐来遐去，想想这代志啊。想啥物代志？你搁咧想，你搁咧遐，你搁咧菜鸟。搁咧想跳舞的代志。我就起来就要开始跳舞哦。嘿，有遮恐怖？嘿，目睭来拢有画面。对啊。遮恐怖？目睭起拢是啊。困去搁咧跳啦。对。拢是先打歌尾演的。我会先把你的根部露出来，因为我要画眼线。哦，你是量底啊？量底上面。睫毛上面，对。绘纹伊的求知欲较强。哦，这是啥物？伊甲我掠掉的，伊一直问，伊会想要为我的身躯顶去挖物件出来。啊，老师，你感觉我的口红适合啥物？老师，你讲下睫毛就用睫毛膏，我一定拍算我今仔日拢无爱卸妆，我就一直喷定型喷雾，定妆。10万的为什么？这是一个最难得的机会。即摆来的老师拢是上厉害的，上普罗的。伊若会当问到、吸收到，伊后摆家己画就是伊的物件。你的鼻啊，遮有较尖，伤尖，家己本身生了伤尖，应该是讲。老师就是看到我的面就开始甲我教，教讲我的鼻啊安怎啊，我的面安怎啊，安尼画，伊就教到细，啊我就家己记起来。而且我的手机内底有张我的自拍，啊另外我就有笔记，用遮爱拍光，啊遮爱影安尼，我就家己记起来。我惊会袂记哩。这是咧点记啊，规面拢哦。我的目睭有目遮问了，就像美人的美人。
哇，你还是画装较水咧。哎，你这么礼貌的。迄叫老师的技术好好啊。对无？因为我就是要迄种有反差的感觉啊。你就反差啊！你小反差哦。你小反差，真雄哦。老师，你家伪装上困难的拍是对拍。老师，你还很好。老师，你老实，老师你老实讲，你老实讲。我大概还好。是。老师无好算。老师，阮兜的妹妹有水无？安尼啊，好水哈。就水。今摆是经济对对啊。经济是啥物？经济啊。哦，我是啊，我是啊，你大家拢是我妹妹咧。安尼。等下，伊就是迄个男生嘛。老师，这个有白男生吗？这个有白男生吗？我感觉有建物伫的规内底，迄个气氛变较好。迄个反应就紧诶。我是真正喜欢，足够水咧。这你的呢，就适合你的，啊，这像的。来，我替你。有有啦，你有拍咧啊？你有拍咧？我要迄大条的金珠。这是摕落来，互你用。我较喜欢。来，我来给你示范，什么叫做名模？这个恰会让坐吼，老师。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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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惊人。建物想要穿真领吼。哇！第一个 pose 点一只，啊开起来。哦。哎呦。哦哟。第二个。好啊。等下，这当假，这个当假掉啊，咁歹看咧。我当快乐。你家己应该好无？好看哈。来行者，走秀姐，走秀姐。6、5、6、7、8，动动动动。你有啥物？唐僧啊！喂，是咧，是你哦。建物真够奇奇怪怪。好漂亮哦！好漂亮哦！好啦啦，安娜啦，不能夸奖。拍谁啊？哦，小莫。哦，换衫哦。这是人敢听过恁讲一摆。我嘛敢若会晓讲一摆。我嘛即摆俩都别个讲啊。为什么？啊你？为什么因是三平起五年，看起来就大？当然。我衫看起来就大。我看起来就大。哦。你讲就大吗？我身是深藏不露，好无？太这个抠了。差不多就好啊哦。差不多就好啊哦。伤济啊，伤济啊。你什么？我即摆就适合演迄歹查某。你等下安尼，我等下想你一定安尼。我会记边仔甲你唾弃。哦，女明星。其实我有做功课，去看网络顶悬有一寡 model 较时尚的这种拍摄。因为我今年做女团，其实澎湃这件代志对我来讲，毋是第一届。花花，我介意伊的气场足有自信的，目睭会笑甲，我感觉伊心内嘛足欢喜的。毕竟有做过这件代志，所以就平常心还好。无共款呢，而且较有自信。查某囡仔化妆敢若穿衫咧，无化妆敢若无穿衫。但是我唔知影要比啥物动作，老师会当教我教一个姿势无？安尼，还是安尼无好？即摆是爱起来还是？老师会当弹球。安尼，安尼，我咧无动作啊。我会有一个。咱普拉虾改吹了，欢迎老师。大家好，我是敏章，台妹小南。嘉明谢哦。嘉明嘉明谢哦。嘉明谢哦. 사진을 찍을 때는 몸에 라인이 보이면 예쁘게 나오거든요. 진짜 뭔가 야구 투수들이 던지는 동작을 해주시면 좋을 것 같긴 해요. 그 상황에 맞게. 그리고 약간 라인을 살려주면서 몸의 라인이 엄청 중요하니까. 그리고 앞에서 찍을 때는 다리가 약간 길어 보이면 좋기 때문에 한쪽을
무릎에 붙여서 무릎끼리 붙여서 한쪽을 구부려준다거나 아니면 이걸 옆으로 살짝 크로스해주면서 이 다리가 좀 길어 보이게 찍어주면 돼요. 그 중요한 거는 목이 일단 길어 보여야 되기 때문에 목이 보여야 얼굴이 좀 작아 보인단 말이에요. 그래서 어깨를 최대한 내려주는 게 또 중요하긴 해요. 우와. 우와. 공만 할 때는 과디야. 공이 어쨌든 메인 물건이기 때문에 공을 보여주면서 라인 무조건 살려줘야 되고 그리고 뭔가 손을 앞으로 뻗을 때는 이 손과 물건이 얼굴을 가리지 않게 살짝 밑으로 내려주는 게 중요하긴 해요. 비단 동작이 있나? 좀 기쁘네. 여자는 라인, 남자는 약간 뭔가 선? 어느 쪽이 더 여기? 그러면 여기는 딱 세우고 왼 다리는 딱 세우고 무릎을 구부리면은 지금 골반이 비대칭으로 이쪽이 올라가잖아요. 그 상태에서 이 골반만 앞으로 살짝 내밀면 돼요. 몸은 살짝, 얼굴은 살짝 돌리고 턱선이 보이게끔 돌리고 시선은 앞에. 我无看过伊这么认真的。我心内底的故事是运动员嘛，比赛比了，和朋友出去佚佗啊，安尼。我想到的故事是，保证都是看着拢看无，不过伊的角色最重要是爱掌握专场的比赛。我就想讲，因为是脚的护具嘛，对保护身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甲伊揢伫手顶。我本身就最介意看野球，所以我这个主题就是讲野球的梦想。摆 pose 的时阵，我有足多动作是把球揢伫手上，我感觉迄个球是足多人的梦想，所以我甲伊揢足悬的。透过自己的努力，到一个真悬的所在。我要揢这相片去相亲，我伫遮开放。会当看这个相片，你就会当来找我，你若是对我有兴趣。感觉我家己该改善。 근데 여기에서 뭔가 아쉬운 거는 그 글러브를 갖고 있는 팔이 조금만 더 뒤로 가서 일단 팔뚝에 있는 살이 조금 덜 보일 수 있고 그리고 뭔가 이거의 각도에서의 또 나오는 또 선에 대한 아름다움이 있거든요. 그래서 이거를 조금만 더 뒤로 놨었으면 더 좋았을 것 같아요. 뭔가 이 드레스 자체가 앞은 짧고 뒤로 길어지는 느낌인 것 같은데 그 뭔가 옷의 특성이 안 보여서 좀 아쉬웠고 이 목이나 어깨선이 더 드러나 보일 수 있는 의상임에도 불구하고 뭔가 그런 걸로써 그게 가려진 느낌? 와, 평평 진짜 꽤꽤 똥겨요. 롱드레스잖아요, 드레스 자체가. 그렇기 때문에 뭔가 이 드레스가 떨어지는 그런 라인이나 그런 모양 같은 걸 살렸으면 좋았을 것 같은데 그런 게 하나도 안 보여서 아쉬움. 그래서 뭔가 시선도 약간 조금 아쉬워요. 소품을 사용할지 모른다는 느낌을 많이 받는 사진. 头一个回文，伊其实 pose 袂歹，不过就自信心淡薄仔不足。平常可能伊唔知影家己的优点伫倒，有的有一两下啊加避暑，然后行镜头。因为我一直都对我家己的目睭无自信，我感觉我的目睭足细粒的，因为我目眉有淡仔安尼烂下来，你讲我看起来较衰。因为我面足大的，黑眼圈阁足重的，就是真正足侪问题。我就感觉看到镜头就感觉无法看。伊逐工拢会问我讲，我是毋是无好看？也是我讲的变搁较大看呢？因为容貌焦虑。伊会在意别人的评价，你可能较肥，你较歹安尼。이동대 까랑삐 이리 잘고 이동이 좀 까랑삐. 아 너무 귀여운데 너무 귀여워요. 너무 귀여운데 너무 귀여워. 진짜 쪼고 주의啦 ，so cute。我
我伫想要甲伊讲，已经足水啊，莫阁感觉家己无好，大家拢已经足好啊，对啊，毋免容貌焦虑啊。多水，我甲伊本来目睭会笑眯眯。 일단 많은 분들이 생각하기에는 화려한 외모를 가지면 다 되는 것 같아 보이지만 그런 직업은 사실 아니거든요. 어쨌든 외적으로 보여지는 것도 되게 중요한 부분이긴 한데 제가 봤을 때는 그거를 뭔가 성공하기까지의 끈기와 성실함은 무조건 기본적으로 탑재가 돼 있어야 되는 것 같고 왜냐면 저도 막 엄청난 많은 한국 치어리더들 사이에서 되게 확 뛰는 사람은 아니었는데 이걸 꾸준하게 성실하게 그걸 이겨내고서 하다 보니까 여기까지 올 수 있었고 이 자리에 있을 수 있는 거란 말이에요. 그렇기 때문에 저는 물론 외모적인 거, 뭐 춤 실력 다 중요하지만 그 내면에서의 뭔가 성실함과 끈기가 제일 중요하다고 생각합니다.就是安尼。露娜嘛，对，伊伫咧感觉家己无好看，对，我感觉伊即马咧是上水。伊的笑容，伊一点仔拢无比别人较无好看，伊笑起来时阵是上水的。 这两张，你开伊对。我甲老师共款，嘛是这两位小莫甲查甫的。 저는 2등은 감사합니다. 1등 핑크 드레스. 감사합니다. 阮两个吗？哎呀，真的。哇，放球了哦！三十几分，啊，我甲你去哦。来，给来。哈。好，我们笑。耶！多谢老师，谢谢。 阮感觉今仔日安尼袂使，就是拢无观众，安尼是要安怎跳？无观众，你是毋是跳啊袂欢喜、袂爽？对啊，无法度发挥全力。安尼无够爽，安尼无够爽，我要观众。哦，大汉啊！开始有自信啊！哦，伊开始有自信啊！伊要去找家己的自信啊！暗晡，落大雨咯。阮即摆要出发去长滩，阮要去混市集，因为阮拜六要去快闪，来遮跳一下，一、二、三。你即摆徛的所在咧，就是市集的排的所在，现在拢会排满满。啊，人就济吗？ 下晡会有人嘛，我多的。咱要伫倒位跳舞？安尼就无就是就迄块，伫迄块跳吗？跳进。他们是没有休息啊，应该有表演吧？是影碟才定秋包年。咱们对，阮有拍，阮有。我来去看卖者。我来去长滩一下。为遮安尼出来。 行，哎呀，拢是满的。OK，
我是啥？我伫倒。建武是伫咧创啥？你伫咧吹啥？因为迄第五个，伊迄个观众的面上喙惊，啊，你的舞台就爱应该是爱食。咱国家拢会摆椅啊。所以春天嘛。透早就会安尼啊。诶，真正盖满咧。我记得讲我大概来拢是无啥物事通行。这是安怎？这是安怎？我拢行外口。可以啊。我即摆要请新的保庇，你敢卖落雨板落板？敢会成功？会吧？感觉会冤家哦。会冤家。你讲不要保庇？应该会当找到伊家己的自信吧。要徛倒位啊？这摆哪跳啦？韩婷，我感觉我会当载的人伫遮啊。载的人吗？这足大啊，这足大呢，这足大呢。韩婷的表情，咱拢是。看这，等下哦。你感觉安怎？我感觉我会当载的人伫遮啊。啊，是咱嘛会当有人伫顶管，有人伫下骹，但是这是毋是人咧坐吗？咱的骹若是大。我这样看外口嘛，就。但是有人咧。无你落雨嘛是拢落咧遮。我是唔敢，我就伫下骹跳。若是大家拢徛伫遮跳，其实嘛会足引人注目的。会看起来就尴尬，会看起来介奇，你个拢伫，你伫顶悬嘛，会使伫下骹，但是后袂起啊。但是遮你爱跳互公车看。我感觉遐会使啊。其实嘛，我感觉遮会使，啊遮嘛有人啊。对啊。要是阮伫遮跳，遮嘛会使。啊，你要啥物人要看你？哇！感觉遮嘛会使，因为你要啥物人要看你？大家开始有意见。你跳互公车看你。你今日要快闪无人，但是你来向人就会想讲，遮哪会位啊？哪有人咧跳舞就会来啊。啊，你对身间够激烈。会使啊。确定呢？袂乱吗？确定吗？确定吗？袂乱吗？爱确定呢。加一遍哦，一遍的机会哦。好，我凊彩啦，是在你，我凊彩。你质疑他呢？我毋是质疑你，是大家。因为阮是分房间睡嘛，啊，我甲佑应该波波露娜，咱戏会较好。建武、小莫甲韩星就较好嘛。可能阮对跳舞拢较有想法，啊，就敢若王不能见王，敢若会相拍共款。即摆就是遮甲遐算一个，就是安尼。我拢会使，我拢会使。波波甲露娜伊袂敢去别人去唱，所以就是定定伫边仔看啦。投票啊，就投票上简单啊。上简单用投的啊，去找因来投票啊，因为大家拢有大家意见，就是投啊。因讲要投票，要投票。你是啥物？你啥物？就分啊，即摆就分看向多一个，看向多一个啊。阮一坨就是一只，应该是会当看会到，无阮徛咧遮足奇怪。好，这个时阵建舞就真重要。你即摆是甲安怎？你咧看敢有白方法？较烦。你是恁团内底有甲人冤家过？无，我无操这，我随和的那么尼托福。伊用咪豆腐嘞啦？你豆腐嘞？伊就是愈来一派。我拢会使，拢会使恁决定。因为每一个人拢是徛伫家己的立场。啊，阮应该啊交换，同心比心。对啊。你即摆是甲安怎？你咧看敢有白方法？较烦。
大家有时阵可能是因为查某囡仔拢就爱开讲，所以明明就是要快闪啊，还是要创啥，我就感觉这个时间有时就应该把握迄个时间，所以就有这种失控的存在。要毋过我根本想要甲因拍的，所以这是较难协调的所在。哦，伊不忍心啊。伊安尼算有品哦。伊想要生气，无压起来，就是离开冷静。安怎？敢若遐才会当表演。嘿啊，我就讲这有遮尔。啊，那你要哪里摆？我有新的想法，就是5个嘛。你敢先低呢？迄我写的。啊，这想法我都处理啊。我啊，因为这是一个团体，而且因已经无时间啊，爱顾虑着大家。爱有人做决定啊。567，大家好，567，大家好，欢迎。我即摆上届一段快闪迄段，第一开始的时阵在讨论的时候，讨论到冤家，要安怎行，要安怎行，因为大家头壳想拢想无共款啊。要毋过伫迄个时阵，可能嘛是忝，可能嘛是成就感，因为种种的因素来，迄时阵大家内心真正是拍互开。快闪落了，大家才会完成一件代志，啊，然后大家放互轻松，真正伫咧对迄个现场的表演的人伫遐做伙同乐，我就感觉迄个足感觉伊是足骄傲的一件代志。哇！咱这第3集对无？我若感觉讲我第3集的时候，我就最感动，我已经想要哭的感觉。我感觉就有感染力，我坐定这边，伊坐迄边吼，伊感觉哦，就有感染力嘞哦。敢若伫现场啦，我就是要看伊完结了后，安怎甲代志做好。我看到，你有看到啊？有做好啦吼。安尼搁较大的舞台，就毋知因会发生搁较大的冤家，也是安怎意见交换。我真正足期待的。哦，啊，即摆期待。这我球场啊！敢会看到你？哇，都过来呢！今天呢，当然非常重要的，一定呢不能少了我们球场最美的各间女孩。
你要不要？快点，我快点。那你经看迄个棒球甲啦啦队，而且佫是遮尔 VIP 的 VIP 的位哦，就有玩。我感觉我真正是菜鸟啊。我甲你讲，我会记的，迄天足热的。就食体力的，而且嘛就食迄个你的表情，你佫袂当多装，你佫爱笑，你佫袂当表情，你就忝的感觉。我是感觉就震撼的。我唔足夠，我唔足夠，真拜。菜教夸老教哦。要毋过我感觉阮拢会讲有信心，要毋过阮会袂紧，咱家己即摆表情操。你会尬掉。比赛会诚辛，较早开始的时阵，比赛煞爱甲特别翕相，其他拢爱笑半点钟，你拢爱保持笑容，特别我遮拢走袂落来。安尼，你有啥物秘诀会当讲？你爱一直笑，要毋过你笑起来会好看，袂疲劳安尼。主要是爱练习。较早阮即种前2-3档我拢是哦，可能一条歌我一直照练。可能练100摆、200摆，互伊变做反应。你甲你的动作变做反应，啊，就像我讲运动员，你嘛是爱一直练习啊，一直拍，一直听，一直动，到互伊变成你的第家摆一个反应。真像咱对跳的练啊，你就爱对，你就爱出来。练习最重要的，无毋对，真正的。我之前有看过一句话啦，你若无天赋吼，你就一直重复，一直学习，一直学习。你知无？一直学习。对。啊，你简单的代志，你一直定来，一直做，你就愈来愈专业。头一年我大概练舞的时阵，我练到后壁我拢咧哭，啊无就是伫涂骹咧。安尼一直病，我为什么要伫遮？我想要退出。袂输甲露娜因安尼？差不多。我逐工拢一直问讲，为什么我要入来？为什么我要入来？我感觉就是你有法度困会调，就是你介意这件代志。对啦，就是嘛是爱付出啦。虽然讲是介意，啊，毋过你若是要家己当做是一个梦想，你爱愈来愈进步，你就爱坚持啦。像跳舞嘛是安尼啊，你若是袂晓跳，你就是一直练。因为阮内底其实嘛有人是一开始是袂晓跳舞的，啊，毋过伊就是比别人搁较骨力，一直练到后壁，伊就足厉害，敢若喘气的。所以因即马呢，就是爱搁继续去磨，搁继续磨。今日咧，要来甲大家分享一寡咧，你伫游泳的时阵会当水，会当布灵的小心机。体力绝对是咱最重要的一件代志。是个好会啊！开始。训练吼真辛苦啦吼，准备咧减油，减少你的脂肪的健康餐啦。较有会啊？那有会？是你猜到？来，突然。